另外来关心的是，今年这台湾出口的表现呢是真好，也毋过中央大行呢是来公布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，总指数是64.3点，这是平顶个月要搁较减0.35点。这或者是指出讲呢，民众会对经济遮尔无信心，甲美国的关税也未确定是有关系。 年底要到啊，民众对台湾的经济也是无什么信心。中央大学发布台湾12月经济信心指数是64.3，比顶个月下降0.39。6项指标中，敢若物价水准和家庭经济状况有小可提升。其中4项指标分别是国内经济景气、就业机会、股票投资时机和买内坑的财货，拢是下降的。学者分析，这和美国关税有关系。伊讲明年的经济状况不是大起就是大落。如果我们未来就是要在美国做很大的投资，那个在未来对台湾的影响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大。好，但是对经济、对股市的那个影响会不大一样。股市有可能继续涨，好，但是我们的经济可能会慢慢往下走。 学者指出，虽然今年 AI 热潮，台湾出口表现真好，投资经业连续创新高，全年经济成长率超过7%。不过，一般的民众拢无啥物感觉景气也是真歹。学者分析主要的原因和台湾就业人口有关系，因为目前台湾的就业人口也是以服务业和传统产业为主，科技业若旺，民众一般拢无啥物感觉。半导体业啊，还有光电啊等等的，大概占的是。 接近90万人口，所以这个大概是占全国人口的7%而已，剩下的这个7、80呢，不见得是有薪资增长啊。学者指出，明年的经济可能会出现两边的极端，除了 AI 产业有发展以外，其他的传统产业、不动产相关产业、服务业拢较悲观。学者也呼吁政府持续关注传统产业，稳定民众的信心。记者李亚轩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